有關俄勒岡州失業保險計劃的問題。為什麼我必須每周提交？恭喜你提交失業保險計劃福利的初始申索，你已經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。以下是一些要謹記的事情：你需要每周提交，每周索賠，這意味着每周提交。我們需要你每周更新一次信息，以確定你是否還有資格獲得福利金。如果你過了一周不申索，那很遺憾，你將得不到任何福利金。你可以從每周日開始提交前一周的申索，但請謹記，你只有一周的時間來申索過去一周的福利金，所以請不要等待太久。有關如何每周作出提交的更多資訊，請參閱下文。